你要去哪？买饭。那我叫外送了，你要吃什么？有什么？泡芙、不要。水饺、 No。锅贴。不要。那不然你要吃什么？随便啦。请问是谁？外送，帮我放在门口就好。吃饭喽！哎 ，stop！ 去坐那里1公尺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？去哪？哎，快！哦。请与家人保持适当距离，切勿幼稚的捉弄家人。要不要出门喽？好，拜拜。